联合国人权理事会6日否决了由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等国家提出的就所谓新疆人权状况辩论的议案，最终以17票比19票遭否决，11个国家投了弃权票。有评论认为，金援外交是中国险胜的关键。这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16年来第2次有议案草案遭否决。乌兹别克斯坦、哈萨克斯坦与维吾尔人有着历史、文化、风俗和血缘关系，投了反对票，引起了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民的强烈不满。除了中国盟友，还包括多个非洲国家以及卡塔尔、阿联酋等波斯湾国家，还有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尼。舆论认为，实际利益才是这些国家的最主要考量。对于本次投票结果，东突厥散信息中心主席、维吾尔民族运动领袖、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、伊斯坦布尔国际东突厥散组织协会学者和专家分别发表声明，表达了愤怒与不满。中共20大即将召开，而反对该党党魁习近平企图打破党内惯例常规继续连任，挑战其执政能力和领导地位的呼声不断。在决定高层权力分配和人事布局的中共19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夕，出现了据称是党内改革派发起的广大民众参与的公民反核酸、反封锁、反倒退的三反运动，以及一封海外民运人士呼吁中共党代表全体代表罢免、审判习近平的公开信。三反运动的发起人和致中国20大党代表的公开信，敦促中共官员认清形势，在重大历史时刻，共同为阻止习近平倒退回毛时代，实现自己的皇帝梦尽一份力。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下个月将在卡塔尔达卡市举行。世界杯主办单位面临着人员短缺，因为在全球最大的足球赛事期间，为应对大约120名球迷的涌入，这对该国的基础设施、旅游业、餐饮业和安全部门都造成了极大的压力。该国招募了数以千计的外籍劳工。官方资料显示，在过去的1年里，卡塔尔人口激增了 13.2%。中央社引述路透社的报道，根据9月份收集并由卡塔尔统计局上周发布的资料，在过去的1年里，约有37万人移居卡塔尔，使这个富裕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人口达到了294万。卡塔尔人口大部分为低收入的外籍劳工和其他外国人，实际国民人数大约38万人。卡塔尔与土耳其达成了协议，由土耳其提供3000多名政报警察，巴基斯坦也同意比赛期间在卡塔尔部署军队。在乌兹别克撒马尔罕，当地工匠至今保留着由丝绸之路商队于1400年前传入的一种绢纸的传统制作方法。参观者们可以亲眼目睹造纸过程中所有的艰辛手工工艺流程。造纸厂员工介绍，制作200张纸大约需要10天时间，选用只有1年熟龄的桑树枝，浸泡2至3天后，用刀剥去树皮。因为桑树本身就是一种蚕丝树，具备胶水和淀粉，造纸流程没有使用自动化技术和漂白剂等化学品，因而造出的这种被称之为丝绸纸，结实耐用，书写的手稿历时2000多年，仍然完好。直到18世纪，撒马尔罕一直是中亚丝绸纸的生产中心。200年后，丝绸纸又因其耐用性再度受到青睐，并用来修复古代书稿。可当今与丝绸之路相关的中共当局的一带一路骗局，却让众多的参与国纷纷落入了债务陷阱。